今日係2025年嘅9月26日，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航程第1846日。打完風嘅第二日啦，收到快必9月8號寄出嚟嘅信，多謝郵差叔叔咁勤力啊！呢一封呢係9月份嘅第二封回信，信呢係咁講嘅：鐘同紅姑，你係貓奴，我係狗人。無論動物家人幾老呢，佢哋都好似細路咁，老人成亂仔。我哋嘅父母有一日都會變咗我哋嘅仔女咁。我同我外甥女講呢啲說話嘅時候呢，佢哋話我講得好有啟發喎。Jenny， 你8月寄俾我嘅信同靚靚 postcard 呢，我都收到啦，感謝。冇錯，收到嘅時候呢已經係9月頭啦。我喺船上漂流咗5年，我知道除咗我記得之外，你哋都記得。我嘅日文呢進展雖然唔係好大，但係呢，因為我睇好多日本潮流時裝雜誌啊，我呢會揾啲自己有興趣嘅內容，細心咁翻譯，細心咁睇。我仲有1年幾先落船，仲有時間學習嘅。泡菜媽媽，收到你8月18號寫俾我嘅信啦。當你收到呢封信嘅時候呢，相信已經過咗9月中啦。泡菜妹妹亦都已經開學，新學年啦，祝泡菜妹妹學習愉快，要努力啊！我呢踏入第6年嘅冤獄，第6年呢學習懺悔之中，都係一個新嘅學年，我會每一日都努力咁更新自己。Patty， 收到你8月16號嘅信，你以為我剃光咗頭咩？我啲頭髮呢有啲短，有啲花白，但係呢有好多頭髮，冇甩頭髮㗎。等我有機會畫幅畫俾你睇下我而家個髮型啊！我落船之後，希望餘生嘅髮型呢好似坂本龍一咁，一頭白髮，冇光頭嘅，仲要呢配翻一個坂本龍一嘅眼鏡，死美！兩餸飯，收到你8月10號寫俾我嘅信啦。你畫嘅切卡華呢好可愛啊！我都畫咗一幅呢俾我2位外甥女，叫做切卡華、納布布 and 阿芙，阿芙即係我啦。要同啲可愛嘅卡通人物一齊啊！我係唔係超級自戀呢？除咗畫抽象畫，我就中意畫自畫像啦。政治冤獄唔自戀呢係頂唔順、捱唔住嘅。信仰呢反而係另一樣嘢，能夠喺冤獄嗰度安然度過5年，昂然進入第6年呢，重要嘅支撐係 shopping 同埋自戀，呢一啲係我自創嘅又自戀啦。冇署名嘅朋友寄嚟一沓彩圖啊，收到晒啦。香港唔係只有劍擊、網球同埋空手道啊咁樣嘅，跳繩呢都好好嘢㗎。我好 like 呢睇跳繩，好勁，又有音樂感，有節拍。喺呢一個資源匱乏、報道又少、冇人問津嘅情況之下，香港都有一隊好叻嘅跳繩隊伍。嗰種熱血熱情啊，可以出漫畫同拍戲啦。有朋友呢 send 嚟一個問題，問點解日本殖民過台灣同埋韓國，但係台灣人咁親日，韓國人呢咁反日呢？好問題啊！要揾研究台灣日本歷史嘅專家太宰治個女，等我呢問下佢好唔好？殖民問題呢，咁又引申到點解香港呢係英國殖民地，但係香港人唔反英啊？唔係，應該係有一啲口講反英，但係心中愛英、振英、興英咁，將啲仔女呢送去英國讀書，嫁鬼佬、娶鬼妹。呢一個殖民同反定係親嘅課題呢，有排都講唔完啊！鐘同 Shelly 收到你呢一沓網上嘅資料同一封信，叫我寫新詩喎。啱啱呢，我真係好認認真真咁想學寫詩，讀到呢一班支持台灣大罷免嘅文人寫嘅詩、散文同埋小說。之前呢，又讀過韓國愛國詩人尹東柱嘅詩集啊。尹東柱呢，就係朝鮮時代留學日本，因為反對日本爭取朝鮮獨立呢，被收監，因為酷刑呢，死於呢一個獄中嘅。
再之前啊，我又讀過呢日本宮澤賢治嘅詩集，令我呢蠢蠢欲動啊，想學下人寫詩。唔知有冇教人寫詩嘅書呢？有乜好介紹呢？陳姑娘，收到你海豚 postcard 啊，非常感謝。海豚 postcard 呢，好似我唔單止收過一張，有另外一位朋友都寄過海豚 postcard 俾我。海豚同人類呢一樣，都係群體動物。我雖然喺船上單獨過日子，但係大家真係對我好好，令到我呢5年嚟呢從不孤單。蛇仔明，係啊，唔使點歌俾我，因為呢我怕自己要記得唔記得聽節目，個心會囉囉攣。我呢 like 呢個交通消息：獅隧入沙田，龍尾去到映月台；大老山隧道入沙田，龍尾喺麗晶花園夾恩平；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，龍尾喺勝利道。聽住呢一啲呢，我就感受到自己仍然喺外面，仍然喺路上，仍然塞緊車。我呢又會諗翻起勝利道奇香冰室嘅名歌，回憶起呢麗晶花園開街站，聽到熟悉嘅街道，真係好有親切感。快必嘅回信呢嚟到呢一度，如果未到你嘅話呢，請俾啲耐性啦。尋日打完風，快必老友交呢大草同埋小谷呢探佢啊，佢呢話呢2個星期呢都收唔到信，可能呢太多信檢查得慢啦。我哋呢係用掛號寄入去嘅，所以一定會收到，大家放心，只係要啲時間啫。雖然啦打咗2日風，但係呢郵箱都收到好多朋友寄信俾快必喎，包括泡菜媽媽啦、兩餸飯前後2封信啦、Rebecca 嘅信同埋彩圖啦、阿生嘅中秋健康 postcard 啦、向山舉目 Teresa Jan 呢就寄咗信同卡啦，仲有 fan 俾快慢嘅信，多謝晒咁多位記掛住快必啦，仲有19個月呢，快必就可以落船啦。快必咧可以撐落去，都係因為有大家撐住佢。如果你仲未寫過信俾快必嘅話呢，就唔好怕醜，唔好懶啦，趁住中秋節或者萬聖節寫封信寄張卡俾佢啦，祝佢中秋節快樂啦，萬聖節快樂啦，快啲落船啊嘛！嗱，寫開信嘅朋友啊，如果收唔到快必嘅回覆，唔好氣餒啊，千祈唔好呢。見冇回音就唔寫信俾佢。收信呢唔係我哋控制到，但係收到你哋嘅信呢，佢會好開心噶，所以唔好停，請繼續寫。好耐冇寫過信嘅朋友呢，就請快啲加入返筆友嘅行列啦！有時啲信呢蕩失路，唯有寄多啲，總會收到嘅。嗱，提醒一下，寫信寄卡，記住唔可以有閃粉，唔可以有貼紙，唔可以用釘書單，亦都唔可以係 3D 突出嚟嗰種，但係燙金燙銀嗰啲就 OK 嘅。來信請寄去香港7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